大家好，我是吉娜罐子的吉娜杨淑玉。3月31号，亚维莫瑞要在 Legacy 开他的亚维的梦的专辑首唱会，希望大家呢3月30号、31号的时候呢，一定要把你的时间空出来哦，到 Legacy 的现场呢去支持亚维莫瑞。说到亚维呢，其实跟他认识不算很久，但他真的是我的偶像，因为他真的是一个非常高产量的、很认真的一位母语的创作歌手，每年可以一张，真的是难以望其项背啊。然后他也非常的认真呢，在钻研他自己的母语的这一块呢，然后用很多不同的方式，像之前也有写过童谣的歌曲啊，然后他的音乐风格也很文青，然后也有很多的电音，也融合了很多新的音乐的元素在里面。反正不管怎么样呢，大家一定要去现场，我相信现场一定比我们的专辑还要厉害，专辑已经很厉害了，现场一定会让你被圈粉的，所以要记得3月31号要到 Legacy 支持亚维的梦专辑首唱会，拜拜。